120-116，廣東隊喺福建嘅客場險勝福建，呢場波好艱難。福建隊好想贏嘅，佢哋第一節就派出咗雙外援，咁而且咧喺哲文嘅一個好高效嘅得分效率下，同埋包括美克大範圍嘅一個防守，其實令到廣東隊攻防兩端都好受影響嘅。第一節福建攞咗42分，同埋講緊廣東隊雖然話喺分差方面淨係落後6分嘅啫，但係有一個好大嘅問題暴露咗出嚟，就係失誤啦。廣東隊喺第一節就已經有7個失誤，呢一個失誤咧，亦都為之後3節比賽埋下咗個伏筆嘅。其實你話睇翻上半場，廣東隊點解落後10分咧？無論係整體命中率、籃板還係助攻，都係要比對方好。但係就係因為有10次嘅失誤，而且呢10次失誤咧，都俾福建隊幾乎全部把握晒，全部打成咗反擊。咁所以廣東隊就係喺比分方面咧，喺得分方面一直係處於一個追趕者嘅角色嘅。咁當然啦，其實真係要讚福建隊嘅。福建隊嘅球員，福建隊呢支球隊雖然話第一節雙外援佔咗大部分嘅得分，但係佢哋喺跟住落嚟廣東隊對於哲文又好啦，美克都好啦，其實都係用緊一個區域嘅夾擊嘅戰術嘅。只要佢哋將個波分出嚟，無論係曾寧願啦，還係黎依陽啊，定係周陽啊，其實佢哋都可以把握到一啲絕對機會嘅3分球嘅起手，同埋亦都係入到波，咁所以呢樣嘢就會令到廣東隊喺防守端就係叫做係患得患失，咁啊防到個頭防唔到個尾，咁同埋咧亦都係再次睇翻就係廣東隊啱啱講到嘅就係失誤嘅問題啦，咁就係因為自己嘅失誤咧係令到福建隊係打到好多嘅反擊。咁點解最終會贏咧？嗱，一定要講一個人啦，胡椒仔喺第4節關鍵嘅2個3分。係將個比分咧係由落後6分追翻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再次體現咗胡椒仔呢一個賽季好明顯嘅領袖氣質，喺關鍵嘅時候大心臟，其實呢啲亦都係可以等我哋見到胡明軒嘅進步。周琦同樣亦都係要讚嘅，周琦今日再次攞到一個係雙20嘅一個嘅數據，咁啊25分22個籃板。咁同埋佢喺美克嘅對抗之中咧，其實係佔咗好多嘅優勢嘅。咁所以講緊就係話，若然冇咗周琦同埋胡明呢兩係嘛，其實廣東隊場比賽咧，分鐘就已經做個交代嘅。咁啊，徐傑都要讚嘅。徐傑今日其實係攞住5個犯規，打差唔多成節幾嘅比賽。咁啊，頭4個犯規內有2個係值得商榷。咁之後咧有 foul trouble 之後咧，徐傑喺防守端自己亦都注意咗好多，同埋亦都入到2個追平比分嘅3分球嚟嘅。黃明依今日亦都要讚呢個新人啊！咁啊，今日其實我覺得係已經攞到佢個人職業生涯可能應該係唔係第一都第2嘅一個得分嘅新高啦，14分，其中3分球4投3中，而且仲有一個好靚嘅撩底線反手鋤進。呢樣嘢咧，阿杜鋒喺賽後更衣室亦都係專登表揚咗佢，就係話證明佢喺平時咧教練教佢嘅時候，佢聽得入去。然之後喺比賽當中咧，亦都係夠膽使出嚟，咁所以呢樣嘢係真係抵讚嘅。希望咧，我哋嘅年輕球員可以將呢啲嘢咧保持落去，因為其實我哋過往都見到張浩有個好嘅表現啦，第3階段係咪？例如好似有徐恩之前喺第2階段亦都有個好嘅表現，但係真係希望佢哋可以將呢啲嘅好嘅表現穩定佢。每一場都基本上你唔好話場場都14分啦，係嘛？一場14分，一場10分，一場8分，其實都可以收到貨。關鍵就係防守端繼續係唔好漏人，唔好犯錯。其實對於廣東隊嚟講已經足夠。咁就贏咗呢場比賽，廣東隊喺第3階段咧就3連勝，但係佢哋翻去之後淨係休息1日嘅啫，就要又一次第4次面對遼寧噶啦。今次會係點樣嘅結果咧？我哋好期待，但我哋都希望咧球隊可以好好地休息，咁啊好好地準備下一場嘅大戰。好啦，今期福本係咁先，我哋下期再見。